你知道嗎？有啲人嚟上課只係想多認識一啲道理，但係亦有啲人係真嘅準備好咗要改變。我發現呢套自我探索嘅方法最適合咁樣嘅人。你嘅內心隱隱感覺到人生好似喺度重複同樣嘅劇情，嗰啲糾纏嘅情緒、剪唔見嘅關係，總係喺類似嘅地方出現，卻講唔出原因。你開始想睇清楚呢啲反覆背後嘅根源到底喺邊度，而且你願意鼓起勇氣去面對呢個真實嘅自己。你亦唔想再只係調整表面，而係想從根本嘅地方重新睇清人生嘅方向。好多上完課後嘅同學都會講，原來唔係我唔得，係我一直冇睇清楚自己嘅差點。所以呢門課我堅持小班，每期只收30人，因為真正嘅轉變需要空間，亦需要深度。如果你係咁樣嘅人，歡迎你嚟。如果仲未係，其實亦唔勉強。當時機到咗，自然會到。目前名額正在減少中，想了解更多，可以點擊下方鏈接或者下睇主頁詳情。我哋課堂上見。